基隆的和平岛第7公园哦，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，会当哪看海哪游水。去年哦嘛，真做是台湾头一个通过温室气体搬走的国家风景区。不管天气有偌冷，基隆地区居民也是有人逐日拢来和平岛第7公园游水，享受壮观的自然风景。和平岛公园嘛发现游水收煞的洗身躯，就会留落来济复杂包装的洗身躯巾、洗头毛巾的塑胶垃圾。咖啡厅每天都会有丢掉的咖啡渣，或者像石花餐，因为我们有卖石花冻、海燕窝嘛，那我们把这些废弃物再把它重新利用，把它加进肥皂，因为其实这都是很天然的东西，那可以把它重新制成这个肥皂，那它可以多一次用途，就是体现循环经济的部分。另外，园区嘛推行共享杯仔的计划，降低产生一阶性的废弃物，伫咧和平岛做工课员工和餐厅业者倒垃圾进前，拢爱先量垃圾量，到定为检探做记录。最麻烦也最有趣的就是我们要每天量我们的垃圾量，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，那这些垃圾呢，去转换成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整年到底产生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气体。一寡小小的改变，展现出和平岛公园对永续发展的重视。历史和平岛第1公园加做台湾头一个通过温室气体搬走的国家风景区。目前的话，就是会分碳盘查、碳减量跟碳中和，就是这3个阶段规划去做一个未来的处理。那目前的话，北关处这边是先以和平岛地质公园这边为优先的据点，先去处理，就是这个所谓碳盘查的部分。和平岛公园表示，后一步的计划是推动公园所有餐厅加做环保餐厅，提供无塑胶的食食文化。因嘛邀请游客加入减碳的行动，到定加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、基隆报道。